高血壓最危險嘅地方就因為佢係叫無聲殺手啦。冇感覺都叫殺手咩？你諗下，當你屋企嘅水喉如果長期水壓過高，表面可能冇嘢，但入邊嘅喉可能變薄變脆，一下就嚟爆咁樣，就已經會變咗係中風或者心臟病啦。其實每次量血壓咧都會有兩個數，究竟我咧點樣睇嘅呢兩個數？其實咧兩個數都好重要嘅，其實分咗就係上壓同埋下壓咯。高個就係上壓啦，就係心臟泵血出嚟嗰時咧，血管承受嘅壓力；而另外一個叫下壓，就係心臟放鬆嘅時候，血管剩翻嘅壓力。咁幾多先叫高㗎？以前咧一般嘅標準啦，上壓140，下壓90先叫高血壓嘅。而家咧其實家庭醫學咧越嚟越嚴格，通常130、80已經係一個警號，去到140以上咧就要認真處理。講翻食藥啦，好多人咧好驚一食就食成世藥。其實降血壓藥咧係點樣運作㗎？唔同人嘅血壓高原因唔同，所以藥都有好多種。首先有啲係叫做 diuretic 利尿劑，可以幫我哋排走身體多餘嘅鹽分同水分，減低血管入邊嘅水量，從而有降血壓嘅效果。第二個啦就叫 ACEI 或者 ARB，就係啲血管收縮素嘅抑制劑嚟，阻斷令到血管收縮嘅荷爾蒙，令到血管放鬆啲同埋擴張多啲。第三類啦就叫做 calcium channel blockers，就係啲令到鈣唔可以入到去血管裏邊嘅肌肉細胞啦，令肌肉唔好容易收緊嘅。最後一種就係叫 beta blockers，係令到心跳減慢，啲力唔會泵咁大，等心臟嘅負擔降低。聽落就好似好專業喎，但係有冇話邊種係會好啲㗎？其實咧冇任何藥係最好㗎，只有最適合人。醫生咧會根據我哋嘅身體情況啦，例如病人有冇糖尿病、心臟病嘅歷史嚟到去選擇最適合嘅藥物。最緊要嘅係千祈唔好自己突然間停藥啊！突然之間停藥，啲血壓可能突然之間會反彈咁樣衝高，仲危險。除咗食藥咧，我哋平時仲可以點樣去救自己咧？可以用飲食嘅方法嚟到去幫自己嘅，好似要多菜、多生果、少鹽，食全穀物嘅食物。講到少鹽咧，係咪真係唔落鹽就得㗎？其實唔止唔落鹽啊，仲有好多隱形嘅鹽分喺食物入邊嘅，就好似即食麵啦、罐頭、麵包都有鹽，甚至係燒味飯裏面嗰啲燒肉都好高鹽分㗎。OK，明解。仲有咧，係咪應該買翻部血壓計放喺屋企啊？絕對要！我建議大家咧可以遵守7-2-2嘅原則，連續量7日血壓，每日要量2次，早晚各一次啦。最後就係每次要量2次嘅，每次量咧都要計1分鐘，攞個平均值，咁先會最準㗎。攞呢份數據去俾醫生，就可以俾醫生根據你嘅情況俾到相應嘅建議你啦。原來保護血管都係一個持久戰嚟嘅，雖然冇感覺，但係都要對自己好啲。冇錯啊，血壓低5個 unit，中風嘅風險就會降低好多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完血管，下一集我哋就講講血管嘅終點心臟。如果心口突然之間翳住咁樣，到底係太緊張定係心臟病爆發呢？下一集我哋會繼續教大家點樣都市求生。下一集見啦，拜拜。